咱乡亲，敢有听过这个都市的传说，就是讲地震后莫去加油。有一个自称是中油员工的网友伫网络就讲啊，因为地震下害，和这个加油站油槽内底这个沉底物件下阵咧切起来，所以讲地震后呢，拢爱检查油品敢有落，嘛爱检查这个过滤的芯敢有乌有塌条咧。这个网友佫打出地震前、地震后对比的相片，抑佫实际到加油站，真侪人拢无听过这款的讲法。中油是回应讲，加油槽甲加油机之间有3元的离心伫过滤，就算有杂质，嘛已经离掉去啊。咱乡亲唔免烦恼。车若无油，就赶紧驶到加油站。严哥，你敢有听过加油的这个讲法？有人讲油罐车倒来唔通加油，甚至也有人讲地震了后嘛莫去加油。汽车不要加油，没有想过那个人，哪有那种事？没有想过那个，不是都有过滤器吗？这个都有过滤器。虽然大家拢无啥相信，严哥自称是中油员工的网友分享讲，油罐车对加油的影响无大，真正有彩是地震，因为地震若海真大下，沉底物件会互切起来。所以地震了后，都爱看油敢会落，而且搁搭相片来比较，确实会当看到地震了后的油色水会较深。严格加油站的员工认为影响无大。加油机出来的时候都有一层滤网，然后才加到加油机里面。没有什么特定的时间不要来加油。对啊。到底是真也是假？中油回应讲，就算地震会将沉底物件切起来，卖互3道离心全部离掉。这个进油口地方就有一道过滤网，第2道是在我加油机内部有个滤芯，加油机的流量计的出口地方会又有一个滤网，都有滤杂质的功能。中油讲地震了后，确实会检测，严格是要检测机械敢有故障，唔是油的品质。强调无论是地震了后，也是油罐车，拢袂影响到品质。无论是什么时阵，民众拢会当来加油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